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施洗者约翰找门徒去见耶稣。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5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5节。约翰的门徒将这个代志拢甲约翰报告，约翰就叫2个门徒来，找因去见主，讲：你就是特别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这个人来到耶稣遐，就讲：施洗者约翰找阮来问你讲，你就是特别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拄迄时，耶稣有医好真侪辛苦病痛，甲互邪神附身的人，阁互真侪失明的人会看见。耶稣因讲：恁转去甲约翰报告，恁所看到甲听到的，就是失明的人阁看见，骹歹的人行路，麻风病人清气，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阁活，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。约翰找来的人离开了后，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旷野是要看什么？要看互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要看什么？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，穿车花的衣服生活奢侈的人是伫王宫。安尼，恁出去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，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搁较伟大。关系约翰，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看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开路。我甲恁讲，妇人所生的，无一个比约翰较伟大。毋过，伫上帝国上美丽的，要比伊搁较伟大。听到这话的民众甲某世嘛拢承认上帝是公义，因为因有领受约翰的洗礼。毋过，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拢拒绝上帝对因所定的旨意，无领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阁讲：安尼，这世代的人，我要用什么来比拼？因亲像什么？因亲像一群囡仔坐伫市场口对东盘互相发。阮对恁分品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哭。施洗者约翰来，无食饭，无啉酒，恁就讲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，嘛食嘛啉，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失甲罪人的朋友。智慧是对有智慧的人得到证实。默想，约翰的门徒甲耶稣安那医好百夫长的仆人，互寡妇的囝国外等等这个代志，甲当个监狱内底奉官的约翰讲。毋过约翰煞怀疑啊，伊专心听候迄位要用圣神甲火行洗礼的弥赛亚，甲伊所听到耶稣咧做的代志，煞是无啥共。伊就感觉真好奇，怀疑耶稣敢就是迄位伊家己咧旷野所宣讲的要来的基督。伊无啥把握，所以就问讲，敢爱等别个弥赛亚？毋过耶稣无因为安尼来甲责备，颠倒伊用约翰所会当明白的方法
来回答。耶稣用先知预言弥赛亚的事工，甲上帝的话语来显明伊家己就是弥赛亚。耶稣透过家己互车迷看见，摆脚的行路，抬高的清气，臭耳人的听见，散车人有福音传福音的事工，甲约翰证明伊所做的都是完成弥赛亚的工作，伊就是基督。咱感觉怀疑上帝为咱所定的计划？敢有当时啊祈祷煞，毋过代志煞是敢若愈来愈歹，互咱来感觉怀疑。毋过上帝会当处理咱的问题，会当回答咱的问题，只要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凡若找求的，就要找到。伫耶稣内底拢有答案。耶稣讲：“迄对我无怀疑的人，真有福气。”想看卖啊，咱感觉对主所做的一切拢无怀疑咧。咱三角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定定阮的信心无够，因为对主的期待甲我所想象的无同，都怀疑你伫阮生命中命定的计划。虽然知影主你一直伫遐，总是阮煞因为环境无法度全然来相信、来顺服我靠你。总是感谢主，感谢你总是温柔回应阮的疑问。就若亲像你回应惊死的约翰共款，你派先知预言所讲，敢若弥赛亚会当做的代志，你也行出来回应约翰的疑问，无甲伊责备，甚至学了讲约翰是伫世间无人比伊较伟大的人。主啊，我要用信心听候你的带领甲应允，帮助阮赢过怀疑甲无信心。迄对你无疑问的人是偌尔有福气啊！我要对你无怀疑，相信你一切工，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身躯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